維港上嘅29艘漁船已經蓄勢待發，準備展現我哋奮進圖強嘅新氣象。3、2、1。今日係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嘅大日子，我哋業界特別以維港同慶29載香港奮進啟新程為主題，精心組織29個大型嘅鐵岸漁船喺維港進行海上巡遊活動。乘着國家15規劃同埋特區政府首個5年規劃嘅東風，我哋會繼續同漁業界緊密合作，並肩前行，推動產業持續升級轉型，共同開創香港漁業發展嘅新局面。咁我哋漁民嚟講，一向對大風大浪喺各方面嘅惡劣環境，我哋都可以去過嘅。好似我哋嘅漁業如何去配合國家嘅高質量嘅海洋發展，我哋都要面對好多問題，但係我哋係無懼風浪，我哋無懼挑戰。巡遊咧同主禮嘅船咧都有好多人咧喺度好開心咁揈國旗啦，咁佢哋情緒都好高漲、好熱烈嘅。咁我哋呢啲巡遊船嗰度咧，其實都掛咗好多15規劃嘅標語嘅。咁都希望我哋香港可以進一步連接到我哋祖國嘅政策。自從特區政府國安法落實咗，加埋15規劃，大家相信香港會越嚟越精彩，市民嘅生活會越嚟越好。希望咧透過我哋嘅漁民漁船嘅愛國愛港嘅心咧，去對國家啦、對我哋香港咧有一個美好明天嘅祝願。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9週年。